手接我来，因为我，因为我会面对面那站，因为我无惊吓，我确实在伊将冠冕那站。我命充满了吗？因为我会面对面那站，因为我无惊吓，我确实在伊将冠冕那站。我命充满了吗？因为我会面对面那站，因为我无惊吓，我确实在伊将冠冕那站。我命充满了希我命充满了梦，我命充满了梦，因为我命充满了梦，我命充满了梦，因为我咱拍鼓将荣耀归予咱的国外主哦。兄姊妹，咱要因为耶稣的国我咱有勇气来面对面对这个疫情，本土的人数一直咧增加，你的心是愈来愈惊，还是讲主啊，因为有你我，所以你为阮担当，所以阮就平安。用主的话做伙来宣告来，伊确实承担咱的病痛，担当咱的苦难。咱想讲，伊受责罚，互上帝拍，受苦楚。毋过，伊是为着咱的过失受伤害，为着咱的罪恶受迄个拍喙啦吼。伊担当刑罚，咱得到平安；伊受逼迫，咱得到医好。因为伊为着咱承担来，咱拢亲像羊白路，逐个人行家己的路。上主将咱正人的罪拢归于伊。所以咱若明白讲，这位主是啥物主哦？国外的主赢过死亡的关系，伊嘛承担咱的你软弱过失，伊替你承担，替你担为着咱来受刑罚哦。咱得到平安，为着咱来受逼迫，咱得到医好所以讲，咱像羊迷路咱就要活倒转来承认咱的软弱倚靠伊来赢过这个软弱。咱开声来祈祷邀请伊伫咱的生命中间来掌权做主。兄弟姊妹，开你的嘴来祈祷感谢主，国外权能要充满你互你无惊吓，互你通面对你。所有的困难、病痛也是软弱。哈利路亚！主，阮奉你的名来到你的手和宝座前，我靠你赢过死亡的关系，所以阮无惊吓，因为阮是惊这个性命的危机危险。愿主你来帮助阮，互阮会当透过礼拜伫遮来敬拜你、学乐你，然后你的尊名会当伫这个全地受高举。愿主你的手所伫阮中间来掌管阮的心思意念，互阮有平安的意念赢过这惊吓意念。天父，阮的上帝，阮感谢了你，你小事独生圣囝耶稣基督来到了世间，道成肉体，也互阮会通因为信我搁主伫十字架顶的功劳。你赢过死亡的关系，所以互阮对明仔载有毋望，互阮对迄个困境中间有倚靠，互阮对永远嘛有毋望。愿主你来索取互阮，阮时时倚靠你，靠着你所加添互阮开力，阮凡事拢为祈祷靠耶稣的圣名，阿门。请坐。
咱需要有伊伫啊，需要讨棒啦吼，啊无迄心安尼，看到迄数字一直咧增加吼，啊咱拢真惊，啊其实外国看咱哦，啊恁咧哦算小 case 啦吼，啊不过咱感谢主哦，因为咱有主这啊证书啦吼，咱有证书，所以咱的动静就较少吼。不过咱爱为着啥？为着这囡仔吼，啊对5月初开始要6岁以上要住嘛吼，啊咱求上帝，互因住了无这个副作用吼。所以咱用主的话先来宣告来，上主啊，我倚靠你，求你互我永远袂拄着见效，求你照你的公义拯救我，交放我。求你按耳孔听我，救我！求你做我徛起的石盘，我通时常踮遐。你已经决定要救我，你是我的避难所，我的堡垒。你有需要啥无？甲伊求啦吼。所以伫迄个我去病院。外口啦吼，毋是内底，内底拢无法度吼。啊，探望咱一个姊妹因为中风哦，啊，牧师啊，我软弱时，我说毋知要怎祈祷啊。我讲来，心事啥人知，讲个上帝知吼。啊，求啊，家己咧困的囝，甲伊祈祷吼。啊，所以吼，你若讲咱伫惊吓中间吼，就会失去讲毋知要怎。啊，求上帝帮助，互咱的心吼有平安吼，因为伊是赐平安的主哦。4月底吼，4月底有这囡仔要统测啦吼，咱后只囝儿孙要考试吼，咱为因来祈祷哦吼。伫4月底嘛咧决定因未来的一个阶段吼，啊咱为因感情吼，啊咱先从5月要去日本啊，5月嘛，5月啦吼，咱求主来祝福吼，伊伫迄个公司派遐吼，互伊伫迄年半吼，年半吼，伊伫迄孙正长老的第2公主啦吼，啊，咱为伊来祈祷吼，啊，本来是专家要给咱疫情安尼吼，就伊家己过吼，啊，伫遐出入吼，有主的平安，甲伊三甲同在哦。咱若知影讲啥物人伫迄个出外，也是讲有病痛吼，咱为因祈祷。咱中间有需要，你会当徛起来哦，啊，咱同工长老会为着你祈祷哦吼。啊，邀请主伫你的灵、思想、感情意志来做主，因为咱会想哪惊着，啊心就惊吼，啊所以就串惊安怎串着啦吼，啊所以咱求我咧惊主啊，你帮助我拄起这惊吓，啊我有平安吼。好，若有需要祈祷的，你就徛起来，咱开声来祈祷，还是你坐咧手换伫迄个病痛的所在。无爽快所在，咱开声来祈祷，主啊，你医治我，你救我，你替我来担当刑罚，我得到平安；你替我来受鞭挞，我得到医好。开你的嘴来祈祷，啊！你要主，阮感谢你，因你愿意承担，愿意背阮的重担，愿意伫遮来替阮来付上这死无所爱付上的代价。主，阮学了感谢你阮伫阮的主题后要考试的，求你修出迄个敬畏的心，互因会通敬畏你。主，阮也为着阮的兄弟姊妹，过来要出国来伫迄个旅途的中间，伫遐工作的，阮奉你名来祝福。愿主你祝福，也互遐伫病院花小姐，也是这病痛的兄弟庄贤兄，阮奉你名，求你医治观念，甲因三同在。主，阮奉你的名来到天父神的宝座前，你想说，互阮有这个敬畏你的权柄、祈祷的权柄。愿伫地面上8个，伫天顶也要8；伫地面上透个，伫天顶也要透8。阮感谢你，因为阮认捌你是阮一生上大的福气。无论阮伫啥物所在，你无所不在。你互阮有够野开来面对阮所面对的困境。无论是阮的人生、阮的工作、阮的事业。也是阮的主题要考试，主啊，你是智慧的源头，你是强的源头，你是保护阮出入无受到这个中道的病毒的侵害的上帝。主啊，你帮助阮伫这世代惊吓的中间，阮有缘有主你的同在甲平安，想说阮也通，阮诚做祝福别人，互因有缘有平安的这管道。
听阮伫你面前的恳求、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最后，咱要为着主日咱来守望来祈祷，咱来读上帝话来。上帝啊，你是我的上帝，我迫切追找你，亲像对抗旱无水，我的心神喙焦较无你，我的肉体心无你到要分去，所以我伫圣所找你。爱看你的权能甲荣光，啊！你姊妹，你爱看上帝的权能甲荣光无吼？上帝的荣光同在那里旧用吼，袂使黑白看咧，吼，看到会死咧，吼。但是今仔耶稣基督咱有恩典哦，常常你会当求哦，你看异象做异梦吼，讲伊有言吼，这是上帝互咱的恩赐哦，所以伫遮咱来对找伊，来过来。我的喙唇要上赞你，因为你的慈爱比性命较好。我要一世人称赞你，要举手求叫你的名。当咱举手宣告求叫伊的名的时阵吼，上帝伫耶稣基督内底所有属灵的福气，我安怎要赏赐互你啦吼。你知影遐尼好哦，我伫。甲遮要洗礼面谈吼，面谈的时阵，你讲遮英文拢要互你，你知无？你着爱开喙去甲求，开喙去甲讨吼。咱为着个人甲上帝好的关系，为着新德大专曙光的纪念主日，为因祈祷奉献。今仔日的这阿加伯领袖小组，咱有财务部会等等，阁有下晡有一寡课程。这礼拜三吼有见证会哦吼。咱来听看兄弟姊妹因安怎伫遐经历上帝同在哦。为着精神团结，咱有派驻这家教的这宣教牧师吼。伫遮为着讨论家教所有的这事工吼，这受关家的嘛有感受到像圣经讲，我受关家，你有来甲我看，有来甲我关心吼，透过安尼来关心。好，咱做伙起立吼！我邀请咱做伙起立，咱来开声来祈祷嘛为着牧师，为着这所有的服侍的同工来祈祷，互阮上帝透过伊的话，互咱感受到伊的同在哦。咱开声来祈祷，哈利路亚！主，阮学了感谢你主，你是伫这圣会中来彰显你的荣耀，享受你的平安，对你的神宝座，较无你祈求你拍门的，你就为因开门。主互枵喙焦心无语的要得到帮助。主，阮兄弟姊妹来到伫这个所在，阮恳求你来受恩赐福帮赞因，互因会通伫遮来明表你的受恩。哈利路亚！主，阮学了感谢。天父，阮的上帝，你是早伫地现在伫地永远伫地的上帝。你是高高在上，嘛是屈家伫人的中间，甲阮三甲伫地。你是掌管万项有，你互你的资源，为着你的教会，为着祈求你敬畏你的人，无论大小，你拢要赐这资源互因。特别阮的上帝，互阮会通知影讲，伫圣会中间，伫敬拜礼拜中间。阮会通伫遮来见到你的面，会通感受到你的同在，就代替遐惊吓，代替遐困境，代替遐不安。奉你的名，阮宣告，你伫这会中，因为你是以马内利的主，你是过我的主，你享受你的圣神，互阮遮敬畏你的人，圣神要互阮想起主你的话，明白主你的真理。所以，阮也只是要同心用你所教示阮的祈祷文，同心来祈祷讲。愿你天然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你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息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过负，亲像阮要赦免过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地去，要救阮脱离迄个歹的。伊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我的心啊，你着学了耶和华，今仔伫我内面的，也着学了伊的圣名。我的心啊，你着学了耶和华，唔通袂记得伊一切恩惠。亲爱兄弟，大家平安，平安。祝福是属天的权柄，咱若是祝福别人，着上帝的心踮伫咱的内面，
因为上帝咱所怀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是爱咱成做别人的祝福。这时，咱来三个开声，来彼此祝福，来领受主的恩典。喜乐的心情，灿烂的笑容，平安的祝福。规划的境界，有主的同在，咱无搁受灾害。上帝赏赐福气，互咱稳定满满心。咱爱彼此相听同。彼此祝福咱的将来，我来祝福你，你来祝福我。上帝的恩典这呢大，感谢求主一路过。我来祝福你，你来祝福我。人生的希望拢伫这，上帝甲咱听命命。喜乐的心情，灿烂的笑容，平安的祝福。规划的境界，有主的同在，咱无搁受灾害。上帝赏赐福气。互咱稳定满满心，咱爱彼此相听同，彼此祝福咱的将来。我来祝福你，你来祝福我。上帝恩典这呢大，感谢求主一路过。我来祝福你，你来祝福我。人生的希望拢伫这，上帝甲咱听命命。喜乐的心情，灿烂的笑容，平安的祝福。规划的境界，有主的同在，咱无搁受灾害。上帝赏赐福气，互咱稳定满满心。咱爱彼此相听同，彼此祝福咱的将来。我来祝福你，你来祝福我。上帝的恩典这呢大，感谢求主一路过。我来祝福你，你来祝福我。人生的希望拢伫这，上帝甲咱听命命。我来祝福你，你来祝福我。上帝的恩典这呢大，感谢求主一路过。我来祝福你，你来祝福我。人生的希望拢伫这，上帝甲咱听命命。我来祝福你，我来祝福你，你来祝福我。上帝的恩典这呢大，感谢求主一路过。我来祝福你，你来祝福我。人生的希望拢伫这，上帝甲咱听命命。人生的希望拢伫这，上帝甲咱听命命。感谢主，阿拉主，咱用掌声为献敬啊服天的上帝，哈利路亚！请坐，请坐。感谢父上帝，伊互咱的性命，因为有伊来得到完全，托帮咱得到自由来跟对伊。
咱要相信主伫咱的生命中有美好的计划，因为伊是完全的主，伊是咱的荣耀，是咱的力量，是咱的招伴。因为耶稣是咱主，咱的主。耶稣，你名何等尊贵！耶稣，你名何等甘甜！耶稣，荣耀的君王，你是我主。耶稣，你做我的拯救。耶稣，你做我的安慰。耶稣，万王的王，你是我主。我要虔诚敬拜你，我要专心服侍你，我要献上比美的家己，做你甲伊的器皿。我要虔诚敬拜你，我要专心服侍你，我要献上比美的家己，因为你是我主。耶稣，你名何等尊贵！耶稣，你名何等甘甜！耶稣，荣耀的君王，你是我主。耶稣，你做我的拯救。耶稣，你做我的安慰。耶稣，万王的王，你是我主。我要虔诚敬拜你，我要专心服侍你，我要献上比美的家己，做你甲伊的器皿。我要虔诚敬拜你，我要专心服侍你，我要献上比美的家己，因为你是我主。我要虔诚敬拜你，我要专心服侍你，我要献上比美的家己，做你甲伊的器皿。我要虔诚敬拜你，我要专心服侍你，我要献上比美的家己，因为你是我主。主啊，阮愿意一生为着你来活，恳求父上帝引带咱行伫主意爱的道路，互阮伫你的面前真正过着一个是有感恩、奉献、敬拜、甲服侍的生活，互阮一生活着，毋那是为着主你来活，是要将咱的生命当作活祭来献互主。我的生命献予你，我的一生拢属你。你赐我活命，赐我快乐，我要专心跟随你。
我的生命献予你，我的一生拢属你，我放下一切，专心我靠你，我将一生献予你，专心跟对你，专心我靠你，你陪伴我一生，我要真心服侍，不管风雨也艰苦，专心跟对你，专心我靠你，你赐我平安，我要完全奉献，用我一生来服侍。我的生命献予你，我的一生拢属你。你赐我命，赐我快乐，我要专心跟对你。我的生命献予你，我的一生拢属你。我放下一切，专心我靠你，我将一生献予你。专心跟对你，专心我靠你，你陪伴我一生，我要真心服侍，不管风雨也艰苦，专心跟对你，专心我靠你。你小赐我平安，我要完全奉献，用我一生来服侍。专心跟对你，专心我靠你，你陪伴我一生，我要真心服侍，不管风雨也艰苦，专心跟对你，专心我靠你，你小赐我平安，我要完全奉献，用我一生来服侍。主，阮感谢罗你，因为你大声听阮，毋是阮大声听你。主，阮感谢罗你，因为你将你的性命大声献予阮，毋是阮大声献予你。因为你的大声，所以互阮有勇气，互阮有信心来面对阮所面对的困境，面对阮要行的道路，拢有主你的引带。因为你的告我带予阮对死无搁再惊吓不安。因为你的告我，互阮会通勇气面对人群来为主你来做见证。因为你的告我，所以互阮靠着你所加添，互阮几力的，阮凡事拢会。感谢主，互阮伫这个惊吓不安的世代，阮犹原因为你的同在，所以带来互阮勇敢向前的脚步。愿主你透过你的话、你的真理来透放阮，互阮自由来到你施恩的宝座前。透过你真理的话，开拓阮惊吓的心，也互阮会通伫遮知影，你是以马内利的主，你随时将你的平安赏赐阮，亲像你安怎对学生讲愿恁平安，你也要对阮每一个人讲愿恁平安。求你透过阮俄罗敬拜你的宝座设立伫这个所在，也透过阮的恳求祈祷，你将你的恩典对你的施恩座来赏赐落来，互阮感受到上帝你伫阮的中间，
你也体贴阮的软弱，你也使用阮用这个世代来宣扬主你的福气。愿同心伫你面前恳求、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名，阿免。阿免。请咱起立来吟圣诗135首。圣诗135首，救主愿你做我牧者，请吟全首。救主愿你做我牧者，愿望我靠你扶持，带到草坡我啉食，疲惫又调来保庇。救主耶稣，救主耶稣，你教会愿归小女。救主耶稣，救主耶稣，你教会愿小你，愿大小你安稳主宰，你要春秋来保护，又愿带你对着航海，因抓是要归正路。救主耶稣，救主耶稣，你教会愿归小你。救主耶稣，救主耶稣，你教会愿归小你。愿要细汉爱情滚你，爱要听咱的命令，心爱比饭汤吃落你，学你无有这罪行。救主耶稣，救主耶稣，愿你听阮到永远。救主耶稣，救主耶稣，愿你听阮到永远。阿门。请咱犹原徛伫三角来祈祷。主耶和华，愿学罗你。你是阳光的上帝，是创造天地的主。这个天讲起上帝阳光，强抢保养你的手所做的。这日对迄日发出言语，这暝对迄暝传出你的财目。因的声无通听见，你的言语到伫地极。你对你的楼阁中灌压山岭，对你所做的效果地就充足。天父上帝。你所创造的怎样赫济，拢是你用智慧造成的。遍地充满了你的富有。天父，阮感谢你，你将万有甲你家己拢白白赏赐予阮。阮是你手所做的工，感谢你创造人亲像家己，搁分活的气伫阮的鼻孔，予阮有喘气。你的神伫阮内底，你透过你的神甲阮同在，你透过你的神赐福赐稳定予阮，你透过你的神来更新改变教导，予阮成做你阳光的儿女，来领受你一切的丰富，予阮来阳光你的名，见证你的稳定，伫你面前得到你招庇的稳定甲祝福，予阮也会当成做别人的祝福。这时，阮要为着个人认罪悔改来祈祷，恳求主赦免阮心中一切歹念头甲不义，帮助阮合适做完全的人，保守阮脱离罪恶，恢复阮用谦卑柔软的心来尊叹上帝，并且用温慈对待兄弟姊妹，目睭甲心思意念拢注目看耶稣基督。主啊，阮要我靠上帝的神才通做成。阮要为着本主
有阿卡贝领袖小组、财务部会、门徒列车以及拜三基督见证会，求主掌权赐福伫阮。伫服侍路上有效果、有稳定，求你加添气力，互阮。将那服侍、那喜乐的恩典充满伫迦南教会，互阮会当倚靠上帝恩膏来祝福侪侪人，祝福搁较侪需要的所在。阮安尼感谢、恳求、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求主怜悯，让阮祈祷。请坐。请咱做伙来启应。启应文15篇就是诗篇51篇。上主啊，你的听袂改变，求你怜悯我。你有丰盛的法罪，撤销我的罪过，求你洗除我一切的罪孽。洗清我的罪恶。我知家己的过失，我的罪恶不时伫我目睭前。我有得罪你，只有得罪你。我有做你看做邪恶的代志，所以我受你审判是当然。受你责罚是应该。我伫母体就有罪。可是迄日就是罪人。你以爱是内心诚实。求你教示我，互我心内有真正的智慧。求你洗除我的罪，互我清气。求你甲我洗清气，互我比洗较白。求你互我听见欢喜快乐的声。互你拍碎的骨头，通欢喜快乐。求你面无看我的罪。求你撤销我一切的罪恶。上帝啊，求你为我创造纯洁的心。求你赐我信过忠诚的心灵。毋通管我离开你的面前。毋通对我收回你圣的神。求你互我定心享受你救恩的欢喜。互我的心灵愿意顺服你。我要将你的道路指示罪人。互凡过失的人通归向你。拯救我的上帝啊，求你求你免除我的死罪。互我通大声称赞你的拯救。主啊，求你开我的嘴。我要称赞你。你无爱成礼，若爱我欢喜献。我若献烧化祭，你嘛无欢喜。上帝啊，你所爱的祭是痛悔的心灵。忧伤痛悔的心，你欢喜接纳。这时要请长笛团来献诗，因所要献的诗歌是一首新歌。
请咱来共读上帝的话，伫旧约圣经士师记13章第1节到第7节。现代台语译本是伫470页，其他的版本请看荧幕。士师记13章第1节。以色列人各做上主看做歹的事，上主甲因交伫非利士人的手40年。迄时有一个但支族的索拉人，叫做马罗亚，伊的某无怀孕无生。上主的使徒对迄个妇人显现，甲伊讲：你以前未怀孕未生囝，毋过即马你要怀孕生一个囝。所以你着细腻，薄酒、高酒毋通啉，律法规定无清气的面拢毋通食。你要怀孕生一个囝，毋通甲伊剃头，因为即个囡仔对胎里着归上帝做拿细尼人，伊要开始解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妇人人去甲伊的丈夫讲，有一个上帝动用的人来我遮，伊的面容亲像上帝的使者，互人敬畏。我无问伊对倒位来，伊嘛无甲我讲伊的名。毋过伊对我讲：你怀孕生一个囝，所以薄酒、高酒毋通啉，无清气的面毋通食，因为即个囡仔对胎里到伊死迄日，要归上帝做拿细尼人。以上。即时要请本堂主任牧师由牧师讲道，伊所要讲的题目是“莫踏伫上帝的界线”，莫踏伫上帝的界线。请咱同心来祈祷。主啊，你伫阮的生命中间有立侪侪的遮个界限、遮个界线，要紧就是要保护阮，无离开你的恩典，无受到性命的威胁。愿主你来帮咱，透过你的话语，清气阮的心，开阮的目睭，互阮知影安怎照你的话去行。因为你的话要成做阮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光阮行伫你恩典的道路。开阮的心窍，阮明白驾驶，阮同心祈祷，靠耶稣的圣名，阿免。因为兄弟大家平安。伫即个惊吓的世代，咱时时受到威胁。伫3月初十进前吼，中共的飞机大概差不多223台即个数量来影响，也是讲侵达要达到咱的即个一个防线吼。啥物叫做即个防线？也是讲海峡的中线。其实伫咱有43年厝啊无？伫1954年，美国甲台湾有签一个条约，叫做中美共同防御防御的一个条款一个条款就讲美国伫答应咱要保护咱。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当时有一个驻军伫台湾，就是因的13航空的即个队伍啦。即个司令官叫做戴维斯戴维斯。所以迄个时阵就将中国甲台湾中间画一条线，这条线叫做海峡中线啥物人拢袂使乌白侵达着即条线，所以你也看讲，若中国的飞机伊拢沿着即个有当时差不多调低安尼超过一个了后才佫飞走因为惊若过来咱的飞弹着安怎，甲弹落来这因为威胁咱这就是讲。当你受到威胁，你亲门大户的时阵迄个时阵这条线叫做戴维斯线Davis 所以伫这中间，这条线要创啥？就是讲，你中国你袂使乌白亲门大户伫迄中间来超越这条线。那安尼我讲后果家己负责。
迄个时阵，咱嘛定定咧受到一个教育影响，拢安那反共安怎？反共到安尼，我知影恁拢有小可有年纪啊，吼。哦，咱拢啥？反共大陆，过来咧解救，伫迄个最亲火的同胞嘛，拍倒万恶的啥？强匪吼，甲迄个中国人拢看做是强匪啦吼。其实咱嘛有中国的兄弟姊妹伫咱中间吼，所以咱毋能讲爱讲回你好，毋是安尼吼。所以拢是兄弟姊妹，是因为少数人，亲像普丁即款的人吼，伫遐来把持控制，所以不得不互即个百姓吼陷入伫迄款的一个受约束，也是受束缚的迄个生活内底。所以即条线吼，看啥物人乌白搭。你着爱面对着啥物？面对着真侪你所爱面对的后果啦，所以今仔日其实咱看是讲上帝伫参孙的生命中间，伊嘛立一寡只的界线吼。即个界线着讲你毋通凊彩去违背，你若凊彩违背吼，就有遐个后果你爱承担。所以看去透过上帝甲即个参孙吼，咱。然后对细汉，也是讲伫教会出入的，咱知影伊是安怎？大有气力的勇士嘛吼，但是头脑吼可能爱较安尼训练淡薄啊。上帝安怎伫遮来拣选伊？伊的出世是一个真要紧的一个目标甲使命哦。所以伫因老母无法度生育的时阵，伊爱面对着啥？迄个时代无法度生是一个真正见识，佫有人讲，你是犯着啥物罪啊？当然，今仔日咱袂安尼讲嘛。但是伫当时迄个时代，你知影讲，因爱面对着人对伊的无共款的看法、轻视，可能伫迄中间后壁咧偷骂讲，伊毋知做啥物歹失德啦吼。所以今仔日咱要透过参孙这上尾这个事实伫遮真做好参一物件。像圣经圣诗甲咱讲啥？圣经亲像一面啥镜啦，咱咧看先咧照，即讲咱对有乌，对有无好，安怎伫遐来调整？看安尼伫上帝伫咱的生命内底，嘛有立一寡啥物款的界线，咱提醒咱爱谨慎毋通安怎超越过防止伫咱生活中间若超越，可能带来一寡咱家己的危机。所以今仔咱要透过这段的圣经有两个目的，咱做伙来看一个就是讲上帝呼召拣选参孙，一开始出世，伊就甲伊的老爸老母讲真清楚，特别甲伊的老母讲讲这个囡仔出世是要有一个使命是爱好好教导。我毋知影这个老母也是这个老爸有好好教无啊？哪会教安尼拢毋听话第二就是讲，明捌主动拯救、看顾人需要的上帝。过去咱若读这个事实有差不多6个循环嘛即摆这是第6个就种上大事实啦第6个伫迄个循环中间，咱看讲上帝找起的使者。甲玛拿亚甲伊的某伫遮讲，恁要生一个囝，迄是伫啥物款的时代、啥物款的背景？因是伫非利士人的手头几年受苦听少40年40年安尼有长无？长啊！所以40年连续40年的艰苦，人拢想要脱出迄个艰苦，咱嘛要足想讲迄个数字即马2000、3000、4000是毋是会当佫降落来安尼？咱拢毋茫真紧的当脱离伫迄款的咱所面对的困难、迄个困境嘛。即个无共款的，过去拢是。像基甸，咱顶回讲着基甸安怎？上帝救援遐个米甸人安怎？佮炸天道来伫遐安尼搭天道了无？看阮的迄个农作物要收成，因就先替阮收。所以阮足艰苦的啦，你来救援。过去咱拢听见啥？即个百姓伫遐咧化休啦，对无？但是即回毋是咧，即回是上帝主动。伫伊中间派使者，然后甲伊讲，即位上帝要互无变做有啊！
所以互伊称做那生里人，那生里人吼。所以咱面对咱的人生，咱也亲像罗马书第1章里啊，咱毋捌上帝的时阵哦，不荣耀、不感谢，故意不认识上帝哦。3不啊，3，无要荣耀上帝，无要感谢上帝，无要认捌上帝哦。人生就对落啦，然后咧，凊彩啦，我欢喜就好，对无？哦，所以少年人讲，我欢喜有啥物袂使？只要我喜欢，安怎？有什么不可以？哦。即个参孙差不多是安尼，你知道？爸母检查有咧甲讲，有咧甲教，但是连面咱来看，哦，伊对到伫迄个丁拿，伫迄个丁拿的中间，咱来先来讲吼，这那些里人吼，你会通讲出大概3个啊？除了参孙，哦，伫圣经旧约内底，佫有一个先知，哦。是因老母嘛，拢未生，因3个共同拢是啊，老母未生，到尾祈祷，甲生出来。另外一个是啥物先知？撒母耳哦，所以伊真忠心哦。伫细汉的时阵，伫圣殿佫会通听到上帝的声对无？因师傅讲你是安怎？你是乌白面目哟。哦，迄个时代已经真少上帝在对百姓讲话啊，特别对这领袖讲话哦。所以伊利用下你去困啦，吼！过来撒母耳，上帝佫甲救啦，吼！到尾伊利甲敏感起来讲，你若讲吼，佫有听到迄个声吼，你当讲啥？吼，请讲，我伫遮吼，请听请说仆人静听。我伫遮我伫听吼。所以伫遮佫有另外新约有一个啥物人？耶稣的先锋官，洗礼约翰啊，伊嘛是拿西尼人吼，所以因拢较特别啊吼，所以连面咱来看讲3种，这3种你有法度受无啊吼？当然伊是特别互上帝伫遮来竞选。头一咱要对参孙伫遮来看哦，咱拢看伊是大力的勇士啦吼，所以伫遮咱看伊是受竞选要来救以色列人。但是圣经甲咱讲啥？伊无清楚上帝伫个生命的呼召，伊为什么要出世？出世是为着什么？咱做下读来，你要怀孕生一个囝，毋通甲伊剃头，因为即个囡仔对胎里就归上帝做那些里人，伊要开始解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伊要解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但是咱来看这段圣经，伊做啥物？伊受到这世俗的文化、遐情景的影响哦。咱做下读来，参孙落去亭那，伫遐看到一个女子是非利士的查某囡仔哦，所以伊落去哦，伊离开伫以色列地，然后伊去亲近伫迄个亭那，就是非利士的境内。迄个属于非利士的人的土地，所以伊伫遐愈行愈远，愈行愈远。所以因为即件代志，因为娶无着某，所以伫遐安怎后壁一连串迄个烧台，迄个对立伤害，就因为安尼吼。所以连面咱会来看讲，伫这个中间，上帝要竞选伊去讨帮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咱看讲伊搁去遐慢慢去挖，去接近，去亲近，然后看到一个非利士的这个查某囡仔，伊就感觉安怎？爱着啊，欢喜啦吼。所以伫遮受到迄个世俗的文化情景的影响，上帝甲讲啥？这个囡仔大汉，清酒搞酒安怎？安尼啊，对你来讲，你有艰苦袂？叫我莫啉吼，这虫啊咧咬吼。第二安怎？毋通安怎？剃头，头毛我毋知，是讲对细汉到大要偌长啊，要安怎整理啊？哦，所以第三咧，毋通食着迄个无清气，也是讲摸着迄个尸体安尼哦，包括亲人哦。所以伊伫遐爱分别罪行啦。所以兄弟姊妹。咱受到世俗文化的影响的时阵，咱会想讲，迄是参孙啊！但是咱呢，咱是毋是会受到影响？
咱来想看觅，我有甲整理一寡吼，可能伫咱生活中，咱渐渐无做这个代志的时阵，好亲像你着渐渐接近这个世俗的文化，伫受影响啊。头一个咱来看吼，当你甲祈祷无搁再当作是你生命中间上要紧的部分的时阵，咱拄着代志的时阵，兄弟姊妹，咱拢会足够祈祷、足紧祈祷，也是讲定定祈祷，对无？但是我去病院外口探望这姊妹哦，我无说伊中风啦吼。我伫软弱的时阵，我煞毋知影要怎祈祷起来。我不要紧，无说搁甲伊教，搁甲伊讲吼，心事啥人知？啊，搁来咧，讲我天父上帝知，搁来咧，靠耶稣，耶稣啦，耶稣爱靠耶稣的名，阿免啦。你甲你的心事讲互伊知嘛吼，啊，惊家己困哦。不要紧，甲上帝讲哦，因为惊啥？惊遐个有诶无诶来搅扰安尼啦。所以啊，起码有当时咱诶背景还阁停留伫迄个民间信仰哦。迄个桃园迄个头龙啦迄边仔拢是啥？所以咱会受到这个环境哇影响，迄拢无啊补呢，迄拢啥呢吼？所以兄弟姊妹，信仰如果若无做一个更新，咱永远受到旧的这个文化礼俗伫遮来影响。所以头一种祈祷有真做你最要紧的部分啊无，也是讲无要无紧。第二，当你对迄个永活的财物我知啊，我拢知。失去对圣经的真理去追求较无的时阵，你着渐渐地离开这位上帝的恩典内底去，渐渐怎进入伫这个世俗化内底。第三，咱来看讲哦，当你出在你的肉体甲思想得罪上帝，我近这罪，总是你会感觉讲过去感觉我做这个上帝毋知会甲安怎袂吼，毋知会甲你发袂吼。但是渐渐讲你做拢袂去受到这良心的谴责的时阵，可能你怎渐渐安怎离开进入伫迄个世俗化。过来咧，当迄个物质，你会一开始想到这个物质工作，也是这个金钱开始咧支配你的思想的时阵，就是渐渐咧离开吼。过来，当你无搁再有主的圣洁来支配你的生活、你的思想的时阵。上帝的圣洁，就圣洁的。但是你也像讲大比，伊搁一遍来回转，对无？上帝啊，求你用牛吃草洗我，互我比安怎洗较白。伊会开始搁伫遐找求你啊！我知影我毋对啊！你来帮助我，你来清气我。但是你若讲，因为安尼无搁再讲求你，毋通将我对我的心上收回你的圣信的时阵，那安尼你就知影讲安怎渐渐受到影响哦。当你干那用嘴唇咧吟诗，像拄仔伫唱敬拜俄罗，你是讲唱这歌敢有啥物意思？无互你的心灵投入伫遐，感受到这首诗歌。最后一个还阁有足侪拢是我整理几个吼。当你因为小小的一个借口，互你妈呀，我无法度，我无用，我安怎推卸迄个属灵的责任，推卸迄个服侍的机会的时阵，那安尼好亲像你渐渐地世俗化，离开着迄个神圣，你受到呼召。好，这就是咱看讲透过参孙，伊伫伊所领受的调兵，上帝竞选你爱去救这以色列百姓，脱离非利士人手，总是伊开始接近因，结果佮看到这个查某囡仔毋知偌水啊，总是后壁伊的丈无缘的丈人甲讲迄个因小妹佮较水啦，你娶因小妹啦。所以伫遮咱看讲，伊受到这目睭的影响、情欲的吸引，互伊步步踏入伫一个危机所以伫遮咱看讲，伊有一遍伫14章咱即回参孙的故事是对13章看到16章所以咱等有时间咱来看。
今仔只是咱看起头，总是帮咱后壁这故事。所以伫遮咱有看讲，参孙伊的父母甲伊讲啥？咱做伙来读来。伊的父母甲伊讲，伫咱的宗族甲同胞的中间，减无查某囡仔。你若要娶无受割礼的非利士人的查某囡仔，参孙甲伊的老爸讲：我介意伊，我要娶。讲我介意的，我欢喜啦，我爱着啊，无安怎哦？所以人讲即摆囡仔爱着安怎？较惨死啦哦！所以你拢讲袂听，先讲袂听，对无？哦，啊伊会讲，啊，毋是你要娶啊，是我要娶啊。啊，毋是你要嫁啊，是我要嫁啊，所以咱毋通做事大，毋知要安怎讲哦。咱只会通安怎替祈祷哦。但是参孙就是安尼啦，哦，哪像迄囡仔啊，我著介意着啊。伊的父母嘛有甲提醒啊，讲啊，其实这咱若倒转到伫约书亚伫遐有讲，你毋通甲外族伫遐通婚嘛，总是一拢伫遮来啊，踏着迄条线哦。所以因为安尼，你也知影讲吼，参孙哦，为虾米？参孙啊，伫后壁。伊搁要去提亲的时阵，搁要娶伊的某的时阵吼，结果安怎？结果伊的丈人啦吼，讲准丈人哦，伊的丈人讲啥？啊，我是担心讲你册伊啦，迄台语讲了讲册啊，啊有中文翻译讲你恨他，哦，我拄仔看现新的译本讲作册啊，册伊安尼吼，所以我著甲伊嫁互你的伴娶啦。参孙听着起毛歹，你知？啊，因丈人讲啥？因小妹比伊较水啦，啊无你娶因小妹吼，啊伊就起毛歹，哦起毛歹，安尼互我有借口吼，我有借口对付非利士人，所以伊就去掠，伊毋知安怎去创即个哦，掠300只狐狸哦，啊两只，尾仔甲绑做伙哦，安那像迄囡仔咧办家古伙安尼对无？啊两只，尾仔绑做伙甲点火啦。迄若咱可能搁甲斗一个水鸳鸯，也是吼，冲天炮安尼吼，迄种放火啊，对迄个卖鱼哦，当要收成啊，未收成啊，怎甲撞入去啊吼？所以结果哦，圣经甲咱讲烧啥？麦仔园啊，搁咧葡萄园哦，搁有橄榄树哦，遐个收成的物件拢烧了了啦。所以因为安尼，兄姊妹，咱看讲啊，咱倒转来到伫即个。情欲影响，伊就爱着啊啦，啊无要安怎？伊就质疑讲，无要听父母的话，无要听过去可能对约书亚交代落来，伊怎要安尼做呢？所以伫遮引起啥后壁吼，迄个情绪失去控制吼，所以伫遮遭受损害。所以因为伊的丈人无爱甲伊某嫁互伊，嫁互伊伴娶。所以起毛歹，伊去做即件代志互遮个非利士人安怎受到损害？所以至到安尼，遮个非利士人，迄个就参孙的囝婿，所以就放火烧伊的丈人甲伊的某，拢甲烧死。所以过来咧，因为安尼，参孙过去拍死遮个非利士人。兄弟姊妹，咱看讲，因为即个情欲。因为咱知影讲，伫拄仔迄个眼某的情绪，伊到尾仔，伊去找加萨的妓女过来咧。伊伫迄个狩猎区、狩猎国伫迄个所在拄着迄个精彩啊！迄个大利拉，即个故事咱也伫教会出去，人拢有听过啊！所以伊就甲骗啊，伊就甲骗啥？你拢无听我啦，你拢无爱我啊！无你嘛讲你是安怎遐有大个气力？参孙甲骗了无？无啦，迄个因为安怎吼？伊甲创搁叫非利士人来甲掠咧，伊怎搁安怎？偷开啦！伊讲你拢骗啊，你拢无爱我。结果咧，最后甲讲我的秘密有气力的秘密是伫倒？头毛啦，我的头毛嘛，甲剪起来就无力啦。所以真正咧，去用骗一遍两遍，佫袂学乖，对无？所以人讲英雄难过啥？美人关，所以伫遮
咱看这嘛是对咱的一个警醒嘛，吼。所以参孙伊受竞选，总是伊无去做这个代志，无去负责这个使命去讨棒拯救非利士人，结果受到情欲的影响，然后伊的婚姻失败，然后咧后壁甲这个第二啦，佮甲骗一遍两遍安尼，伊佮袂觉悟，佮伫遐安怎？不要紧啦，到尾啊咧，怎啊真正迄个气力，伊掠做佮有滴的，结果失去了后，目睭去互乌，然后去互关伫迄个迄个地下室安尼啊，伫遐下无到尾咱看讲伊安怎，甲非利士人同归于尽，做伙死啦！到尾啊伊甲上帝求啦，伊求佫毋是为着讲要讨棒拯救以色列人，伊佫是为着家己讲，上帝啊，你嘛最后互我有气力，互我通好安怎报仇啦！所以咱看讲即个事实真正是互咱有害头。但上帝足奇妙，伊哪会阁用即款的人伫遐来拯救？所以到尾咱知影讲，到尾参孙伊就叫人无你甲我牵去挖即个条啦。所以上帝互伊阁较大气力，将迄个条伫迄个大袞的神庙迄个条甲下喺度。所以迄天时才领受非利士人偌济人？圣经讲大约3000人。比伊挖地台死的人佫较济啦，所以兄弟姊妹，咱看讲，这个眼目的情欲会抵到，互伊无性命，所以伫失去控制的情绪带来互伤害，所以后壁就引起伊后壁所面对的这个危机啊。这个就是咱看讲，伊上帝甲讲的，上帝甲吩咐的，这个界线一个一个拢破解。今日咱要透过安尼上帝伫咱生命中间有啥物款的界线，咱爱去遵守啊无？其实咱也对参孙伊的界线伫遮来提醒咱，当伊渐渐地接近这世俗化的这个线的时阵，上帝话讲，恁着倒转来哈，恁着倒转来，所以咱来读来。所以兄弟姊妹，因为上帝的怜悯，我劝恁将家己的身躯献予上帝，做活我的祭，是圣洁伊所欢喜的。这是恁合宜的敬拜哦。所以悔改是啥物？活倒转来啦。所以伫遮保罗来考劝咱讲安怎？兄弟姊妹，你爱将你的身躯献做活祭哦。参孙伊爱甲身躯献做活祭，总是无好法献呢。伊这拿西尼人，就是要归上帝，互上帝使用，亲像撒母耳亲像洗礼约翰呢，要传福音，要讲上帝的心意哦。今日上帝嘛是要使用咱，所以咱要安怎活倒转来回转？参孙行为世俗去，所以拄啊遐一项一项，是毋是会影响咱？互咱无搁再地狱祈祷，无搁再地狱服侍，无搁再地狱伫遐聚会，无搁再安怎安怎。所以伊嗰种要带咱倒转来讲，兄弟啊，我考劝恁献身躯做祭这是上帝所欢喜的，毋是参孙讲我介意啦，我欢喜啦。即嘛是讲我惊上帝所欢喜，也是你惊你家己欢喜，上帝无欢喜。所以，这个圣经亲像一面镜，拢来倒转来来咱来亲近上帝，来，着亲近上帝，上帝就会亲近恁做人啊，着洗恁的手，无定性的人啊，着洁净恁的心哦。所以伫遮头一着讲，拄啊参孙所做，咱要哪活倒饼伫遮来帮助咱，亲近上帝。迄个献身做活祭是啥物意思？原来，互你的时间、你的能力、你的疼心、你的才能，互上帝来使用哦。因上帝嘛训练你、帮助你去设定一个对象，然后为祈祷。有一个姊妹伫赖中间，牧师啊，我请教你一个问题好毋好？我好。伫这赖中间，阮会使带人来决志祈祷啊未啊？兄弟姊妹会使也袂使，也是拢。迄带人决志祈祷是牧师的代志，
是牧师才会通做。恁会使带人做决志祷告、决志祈祷袂？敢真正？甲你喺边仔讲，绝对会使。恁若爱做牧师，佫较欢喜。因为上帝要训练咱，就诚做一个分度嘛。咱的精兵的迄个召集令会分落即马调一人要修正，你知无？要对付这黑暗的关系所以我就回讲，这个姊妹，你安尼做，上帝足欢喜的。我有教伊讲，免我带人做决志祈祷，搁一边提起伊。你即摆咱看讲，上帝咧竞选呼召咱，上帝竞选参孙，就是要讨放这以色列百姓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呢。上帝今仔嘛要透过你讨放人脱离这魔鬼撒旦的手，互伊有机会来听到福音嘛。咱社区的朋友嘛，伫遮继续咧做礼拜呢所以感谢上帝慢慢互因家己去经历，因家己去拄着这位上帝。所以亲近上帝，上帝亲近咱这位上帝毋是毋免你抢啦。咱知影最近拄3月23嘛咧小妈祖你若共讲咧笑对？较早就我安尼讲嘛所以伫遮咱讲人若毋捌上帝时去赢遮个搁伊去抢诶，你抢着你就较赢，较迄个是无？你即摆这位上帝是毋免抢，你若亲近伊较无伊就是甲你三个同在所以毋免来抢来抢去，安尼互相伤害嘛。所以伫遮咱看讲，参孙愈来愈挖，去挖这世俗，去找基律，去找这个人，总是今仔日咱要活倒转来安怎保罗的话嘛，在提醒提摩太嘛，在提醒咱做下读来，着闪避少年人的情欲，着甲遐个用清气的心求救主的人，做伙求公义、信仰、仁爱、甲和平啦。这就是保罗在提醒提摩太好，过来。因专心领受使徒的教示，参与团契生活，百饼祈祷。所以伫遮咱有看伊讲咱做伙咧祈祷洗礼即摆我咧安排咧面谈这个洗礼的人有安排，咱拢会安排一位啥？属灵的同伴啦，迄就是讲帮衬伊，伊较毋捌伫遐引带伊，甲伊。陪伊读圣经毋知要怎祈祷教伊安怎祈祷即个就是讲，当你接触这个世俗，你知影讲迄个孟母啦、明主因老母安怎3000啦搬厝搬来搬去，为什么环境无好啦，因囝接触的朋友拢无好啦。人讲近朱近之朱者怎样？刺近墨咱成语拢知啦总是咱若挖着啥咱接触无好诶，咱拢毋望咱诶囡仔接触诶同学老师拢是好诶嘛，所以较袂受着影响嘛所以囡仔伫做兵话，你着吩咐，甲吩咐讲你嘛爱家己爱注意安尼结果3月29入去就伫遐咧隔离即摆佫放2礼拜，我讲恁是咧做啥物兵安尼凊彩讲足惊操因为听讲因同学讲迄个军营足操啦，我讲毋免惊上帝甲你三个同在结果即摆咧，我入去拢关伫内底，拢毋免操啦所以杨先生即摆放假佫1礼拜5月初2天要转去，转去佫几工佫要放假安尼，讲4个月一个就过所以就爱讲找迄个好的同伴所以今仔日咱透过即款的属灵同伴，就是咧提醒咱互咱愈来愈活上帝，愈来愈亲近上帝。最后咧，就是讲即个情绪的影响你知影有当时咱若一生气咱若一生气就会失觉察咱若失去迄个理智的时阵就会损害，亲像参孙有一个老板伊咧看伊的工地建筑工地的时阵拄看到一个工人伫遐咧看漫画，咧看红仔册啦
哇，伊个心内就作册咯。伊就叫来，你一个月薪水偌济？有2万。好，头家就对伊个钱币啊刻来2万，给，给咧。好，安怎叫伊安怎？免来啊啦，哦，即个工人就安怎？就甲接过来，底就走啊，真正走咧。即个头家呢气到吼，佮问迄个另外工人讲，即个对一个部门结果伊讲迄个就送便当的啦，有无伊做？所以有当时生气了偌济，你知无？只要你有当生气会等物件袂？iPhone 13会举开怎摔啊袂？你若要摔进前甲我讲啦，好无？莫安尼乌白等因为迄个了济啦，你知所以有当时咱的情绪若无法度去控制时你一出手就损害啦，对吧？你若要等看迄个价值性先看好，安尼无？咱总是莫等着人啦今日即摆咱伫遮咧讲要保守咱的心，赢过保守一切咱做来读雅各书的话，安尼讲。亲爱的兄弟姊妹，着知逐个人着急要听，毋通急要讲，毋通急要生气，因为人会受气，袂当实现上帝公义的要求啦。过来有一句来。着尽力保守你的心，因为心是生命的根源若中文讲保守你的心，赢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因为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啦。所以迄个心会影响咱的情绪嘛，对无？过去是安尼讲嘛，其实是啥啦？心袂去想啦，总是圣经的作者拢会用心伫遐，心会想袂？心袂想啦。其实是思想，你想了安怎？起毛歹对无？参孙就想了起毛歹，你甲我的某嫁互我的伴娶，所以起毛歹就安怎？哇，去放火烧遐麦仔园，所以造成安怎？迄情绪失去控制就安怎冲突到尾伊家己无命到尾甲遮非利士人同归于尽。当时上帝嘛透过安尼来解救。以色列人咧，所以上帝会做代志有当时咱无法度去理解不过兄弟姊妹，今仔上帝对咱的使命呼召、切恳咱是毋是会当伫遮来回应？今仔上帝互你有机会伫遮来服侍，这是恩典，你知无？如果你若倒伫遐无法度服侍时你要选啥物？你要选上帝我服侍，还是互我倒伫遐拢袂顶袂当？兄弟姊妹，你要选啥？后生感谢主你的界线，上帝互咱的界线。今仔圣经亲像一面镜，就是咧提醒咱好祈祷，好读圣经，好做礼拜。线上兄弟姊妹，嘛毋免惊串惊串着，你知无？惊袂着顶啦不过咱有咱的顾虑如果咱的身躯感觉小可较免疫力较歹袂要紧，你伫线上伫遮咱有缘做礼拜，然后咧祈祷，咱莫失去迄个敬畏的心莫讲伫厝就凊凊彩彩缀看经济伫遐翘骹伫遐是倒咧看安尼咱有缘保持咱的敬畏的心，兄弟姊妹，咱做用这首诗歌伫遮来回应咱所领受的恩典，所领受的上帝的生命。赏赐予咱，咱要回应做伙起立我的生命献予伊，我的一生拢属你，伊收束我命，赐我归来，我要专心跟对你。我的生命献予你，我的一生拢属你，我放下一切，专心我予你，我将一生献予你，专心阮对
心我鼓励，你陪伴我一生，我为人心好使，不管风雨也艰苦，专心跟对你，专心我鼓励，你小数我平安，我要完全奉献，用我一生来服侍。我的生命献予你，我的一生拢属你。你小数我命，叫我归纳，我要专心跟对你。我的生命献予你，我的一生拢属你。我放下一切，专心我靠你，我将一生献予你。我真跟对你，专心我靠你，你陪伴我一生，我要真心服侍，不管风雨也艰苦。专心跟对你，专心我靠你，你小数我平安，我要完全奉献，我一生来服侍，专心跟对你，专心我靠你。你陪伴我一生，我要真心服侍，不管风雨也艰苦，专心跟对你，专心我靠你。你小数我平安，我要完全奉献，用我一生来服侍。咱做来祈祷。主，阮感谢你，你拣选阮，你想使阮有活命，你互阮伫阮的生命中间来定着阮生命的界限，就是要保住阮的生命，也要互主你来使用，成做这世代祝福的管道。有当时，阮受到阮目睭、阮耳孔、阮所领受这世俗的影响。渐渐地瓦滚这个世俗，渐渐离开你为着阮来设的界限。愿主你来帮助阮，用你的心来引导阮倒转来亲近你，较无你的真理，互你的平安、你的喜乐，无因为阮愈来愈离开你的恩典来失去。赐福气互阮，互阮伫阮所领受的真理的内底。互阮存记伫阮的内心，时时斟酌提醒来遵守。愿主你帮助阮，互阮守条迄个享受阮生命的界线，互阮会通成做即个世代引带人倒转来到你的面前，一个你的采用。求你的圣神感动，因为阮看见参孙有4遍受圣神的感动，总是伊无掠条这个感动，好好来行伫伊受拣选呼召的使命。今日阮毋是干那追求圣神的充满哪定，因为圣神的充满就是互阮搁较捌你，搁较遵守你的真理的教示。愿主赐予阮有圣神的同在，嘛活出圣神同在的见证。同心祈祷，靠耶稣的圣名，阿免。请坐。即时咱要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自甘心乐意。如果你也未明白奉献的意义，请用祈祷来表达你的感恩。我的心。
慈悲疼痛人民的阿爸伯啊，求你保守看顾台湾这片土地，互疫情得到控制，无得到愈来愈严重。阮知有侪侪人因为疫情的关系，工作受影响，经济受影响，心灵肉体也无平安。求主圣神临到，云高降临伫阮逐人的身上，互阮心平安，无惊吓。主啊，你讲见若落苦悲重担的，就来到主的面前，主就要互阮得到安息。阮有苦难的，求主伸你大能的手为阮开路。主啊，阮也恳求主保守阮的教会，伫一切事工的推动会当顺利，无受疫情的影响，继续引带搁较侪的人来认捌主，领受主的恩典。愿圣神所结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时时甲阮同在。主啊，阮当来到主的面前，献上你所想事的时间、金钱、甲才能，做主圣工的路用，愿主感动。祈祷靠主圣尊名求，阿门。请坐，请由牧师来报告。报告大声，咱中央毋知有头一遍，着咱中央做来做礼拜兄弟啊无。那无咱来看今仔日周报消息今仔日是大专曙光的奉献主日为着亲着大专的曙光奉献主日来祈祷、关心甲奉献。最近咱知影讲有这本土的疫情调剂有较济啦咱的心检测会较担心不过。咱大部分拢有注过证注过有3剂较拢会话拢较无症状啦，也是讲较轻症安尼所以咱无过头的惊吓咱平常时加啉一寡个温开水个烧滚水莫冷的啦安尼就会保护你若后保护互担心莫互打去安尼咱若进入到伫咱的场所咱保持处事咱若有用餐咱小分开的无过头的惊吓。咱伫教会嘛发一寡个指示，你若感觉有小安尼在扫发烧请你就是伫厝伫遮伫线上来做礼拜咱维护咱的安全。咱49号1楼的装修甲33号2楼拢一直咧进行所以临时办公室伫4楼、7楼咱分机无变咱若要找这干事咱才有这个分机伫遐找有当时若楼骹无这个志工的时阵门会关起，你着试电铃咱会有一寡视讯会看有啥物人就会甲你开门安尼伫即个因为志工有当时嘛会担心啦所以伫即中间检测有当时有一寡时段是无志工的所以咱伫遮伫不便的中间，请咱体谅咱后主日要举行本年度第3次的圣礼典所以后礼拜有圣餐总是咱会当放心咱的杯无需要叫咱的干事去买迄有挂安尼啦所以咱拢有做一寡这个防备咱会召开这个圣礼典有做这个少年人因报名要洗礼有要洗礼这个问道理，伫这个拜六暗时8点伫501会议室来问道理。咱的关怀咨询因为疫情关系，今仔有暂停一遍啦咱无法度来因为一寡同学无法度来到伫教会伫遮做礼拜兄弟咱也通利用咱的网站，咱的即个奉献的即个网络伫遮来奉献奉献是咱做基督徒感恩的表现甲一个得到福气的一个管道所以毋通互你福气漏去安尼其他的即个即马 QR code 也是讲，咱有足侪这个方式，拢会当线上的奉献，请咱会当利用这个来做奉献来经历上帝伫你的生活中间加倍祝福
啊，咱100年的奉献证明一定放伫你的这个名牌的这个柜仔内底啊吼。啊，你去刻这个咱奉献佫会当伫遮来抵这个扣缴这个所得税哦，所以1减几啊个安尼啦吼，积资财宝伫天，佫会当将做祝福这个社区管道的一个祝福哦。好，其他请咱就家己来看，咱来读2遍的金句来。毋过伊对我讲，你要怀孕生一个囝，所以无酒厚酒毋通啉，无清气的物拢毋通食，因为即个囡仔对胎儿到伊死迄日，要归上帝做那些女人。士师记13章第70个一遍来。毋过伊对我讲，你要怀孕生一个囝，所以无酒厚酒毋通啉，无清气的物拢毋通食，因为即个囡仔对胎儿到伊死迄日，要归上帝做那些女人。士师记13章第70。请咱来吟祝福的诗歌，圣诗397首，愿主赐福保护你。吟诗线，请游牧师来祝祷，请咱起立来吟全首。愿主赐福保护你，愿上帝眼光偏照你，也应主必款待你。愿主上帝常常看顾你，赏赐你平安。同心祈祷来领受上帝所，愿赐平安的主，赢过死无关系，各我的主，赏赐伊的权柄，平安的权柄，互恁伫这个世代面对不安的中间，恁悠然有平安。天父上帝，继续用你永无改变的慈爱，将做盾牌四面来固守，互阮出入拢有主你的同在，无受中斗时这病毒的影响。愿主的圣神也大大充满阮，就是要互阮靠着你所互阮的气力，来为着主你做荣耀的见证。对这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阿门，阿门，阿门。请坐，请咱默祷。咱的礼拜就到这，愿主的平安，甲咱三同在，一礼拜拢经历上帝的祝福，咱会通彼此来请安。